站那边。你有没有一个 email 是也一样是这一个，然后后面是 M 开头，是不是 MS 点什么什么什么？有啊，有问题会中间。好，就 OK， 那我就会处理。那我还可以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所以那个密码你也应该忘记那么久。哇，那这样真的查不到哎。因为他是有说，如果说你有输那个账号密码的话，决定要过去。等到24小时接位登录账号之后才可以。你好，上网可以看哦。首先我觉得我要送学友手机的话，可以再讲。谢谢地址。对，现在这边是很多人的，也有这个东西。应该不用转来说。6点。有什么是比较有手机号码？是那个字啊没有。